投訴警察課會以4個月內完成每宗投訴調查為目標。因應每宗個案嘅性質不同，對於未能夠完成嘅調查，投訴警察課會每2個月發信俾投訴人去匯報調查進度。而今集我哋會繼續介紹投訴警察課其餘2種處理投訴嘅手法，另外亦都會帶大家去了解一下投訴警察課同監警會係點樣利用制度入邊2層架構去處理市民投訴警察嘅個案嘅。今日約你上嚟係要就住有關嘅投訴進行調解，而整個過程咧亦都會有監警會嘅觀察員監察住整個過程。稍後我亦都會再接見翻有關嘅同事。第2種方法就係循簡便嘅方式解決投訴。投訴警察課嘅總督察會喺監警會觀察員嘅監察底下，直接會面投訴人，又或者被投訴嘅警務人員，又或者用錄音電話，以調解嘅方式簡單快捷咁處理投訴。第3種方法就係表達不滿機制。投訴警察課喺獲得投訴人同意之後，會將佢哋不滿嘅事項轉介到被投訴人員所屬警區嘅指揮官，直接面見呢一名被投訴嘅人員，簡單快捷咁處理投訴。有你。早晨，余 Sir。早晨，請坐。近日咧有位市民咧對你喺發出告票過程中作出投訴，話你咧唔答佢問題，認為你冇禮貌。就住呢方面，你有咩想回應呢？明白嘅，余 Sir。其實我當時係根據程序咧去發出呢個告票，而我喺現場咧亦都知道咧有個市民咧向我作出查詢，但係因為我要趕住做一單工業意外嘅案件，所以我就冇喺現場咧好清晰咁向佢解釋，我就離開咗啦。作為警務人員，你要明白市民對警隊嘅期望。下次遇到同樣嘅事情，你可以考慮簡單交代你有緊要嘢要去做，避免同樣誤會再次發生。明白嘅，Yes Sir。喺處理投訴嘅過程之中，投訴警察課發現大部分嘅投訴都係由市民同埋前線警務人員之間嘅誤會引起，咁所以投訴警察課嘅調查員都相當重視同投訴人之間嘅溝通，盡量希望透過解釋警務程序同埋相關嘅法例，等市民明白到前線警務人員嘅工作。另外，對於未完成嘅調查，投訴警察課會每2個月發信通知投訴人有關調查嘅進度。直至調查完畢同埋調查報告經監警會審核之後，亦都會發信詳細解釋調查嘅結果，藉以提高處理投訴嘅透明度同埋加強同市民之間嘅溝通。好啊，我聽日揾你。阿樂啊，你最後個投訴點樣解決啊？聽完投訴警察課嘅解釋之後呢，原來當時個警察呢係處理嘅一宗有人受傷嘅案件，就唔係特登唔聽我嘅查詢嘅。咁最後我揀咗用表達不滿機制呢個方法，將我啲意見同埋一啲唔滿意去當時嗰位阿 Sir 嘅上司去反映。香港嘅投訴警察制度係受監警會條例所監管嘅2層架構，所有投訴警察嘅個案都係由投訴警察課處理。呢一個就係香港投訴警察制度嘅第1層。等到調查完畢之後咧，就會將呢啲調查嘅報告連同調查有關嘅材料交俾監警會作獨立客觀嘅審核。呢一個部分就係投訴警察制度嘅第2層。2層架構嘅優點就係確保投訴警察嘅個案可以得到公平公正嘅處理。朱 Sir， 作為監警會嘅代表，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自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自09年生效之後，監警會係點樣喺2層架構之中發揮獨立監察嘅角色，確保投訴警察課可以妥善咁處理每宗嘅投訴個案呢？嗱，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簡稱監警會條例，係總結咗前人嘅經驗，即係投訴警察課同埋前警監會從實踐中取得嘅成果，然之後落實成為一個由法律嚟到規範嘅制度。喺呢個制度入邊，我哋將處理投訴咧分成為2個階段。首先，投訴警察課係負責立案同埋調查，而監警會咧就負責監察同埋審核。呢個2層架構式嘅處理投訴制度，佢嘅有效性同埋公信力係建立喺公平嘅調查程序同埋獨立嘅監察審核嘅2個大前提之下嘅。監警會喺結構上嘅獨立性咧，其實係體現喺3方面嘅。首先，佢24名委員咧都係嚟自不同嘅界別，包括有法律界啦、立法會議員、
商界啦、學者啦，同埋其他嘅專業人士。佢哋並唔係政府或者警方嘅代表，所以喺履行監警會嘅職責時候咧，都可以發表到獨立嘅意見嘅。其次，佢有110名嘅觀察員，亦都係嚟自社會上嘅各行各業，所以佢哋嘅獨立性亦都係無可置疑嘅。最後，其實秘書處嘅員工咧都唔係公務員嚟嘅噃，佢哋係由會方直接聘任，全職協助各個委員咧嚟到處理監警會嘅工作，係監警會嘅常設執行機構。香港係一個人口密集嘅國際都會，所以警隊每日與市民嘅接觸次數好自然咁樣咧係非常之頻繁嘅，相應地產生嘅投訴個案亦都肯定比較多。喺數字上嚟睇，平均每年數以千計嘅投訴個案之中，有7-8成嘅性質其實係比較輕微嘅。話雖如此，假如每一宗嘅輕微投訴都要依足全面調查嘅程序嚟到處理嘅話，咁樣喺資源上邊實在係無法負擔。即使勉力去應付，亦都只會令整個投訴處理嘅制度變得欠缺效率，更加係有違善用資源嘅原則。因此，警隊喺過去呢幾年一直都有同監警會就如何將啲投訴個案嘅分流處理嚟到促進投訴處理嘅效率咧，係作出商討嘅。嗱，由舊年開始咧，警隊係實施咗表達不滿嘅機制，嚟到更加有效率咁樣去處理一啲性質輕微嘅投訴，例如話一啲警務人員嘅言語或者同態度有關嘅輕微投訴。目前嚟講，呢個機制已經被確認為有效嘅啦，係可以令到警隊咧能夠騰出更加多嘅資源同埋時間去處理一啲嚴重或者複雜嘅投訴個案。除咗提升處理投訴嘅效率之外，投訴警察課同埋監警會會更加注重尋求事實嘅真相，盡量達到還投訴人或者被投訴人一個公道呢一個大原則。包括喺處理一啲投訴撤回或者無法追查嘅個案時候，會睇下究竟喺現有嘅資料之中，可唔可以達至一個肯定嘅結論。基於以上嘅情況，我認為整體上現行警隊處理投訴嘅方法係公平、公正，而且係有成效嘅。Madam 啊，咁投訴警察課係點樣配合監警會去發揮佢哋法定嘅監察效能呢？投訴警察課一直有同監警會保持緊密嘅聯繫，例如喺每一次進行會面同埋實地搜證之前嘅48小時，都會通知監警會，等到佢哋有足夠嘅時間喺佢哋110位嘅觀察員當中安排出席投訴警察課嘅調查工作。此外，投訴警察課同埋監警會亦都有定期舉辦聯席會議同埋工作會議，討論投訴警察個案同埋警隊重要嘅政策，加強監警會對警隊工作嘅了解。當監警會發現有任何警務程序裏邊有一啲不足之處咧，佢亦都會向投訴警察課提出作研究同埋改善嘅。為咗可以令到監警會全面掌握到警方處理有關活動嘅情況，除咗為監警會喺活動之前安排簡報會，我哋亦都會安排實地考察警方嘅行動，從而令到監警會喺審視相關投訴個案嘅時候，可以掌握全面嘅資料，令到佢哋可以履行法定嘅職責。作為監察警隊服務質素嘅部門，投訴警察課近年唔單止專注調查嘅工作，亦都喺投訴嘅個案揾到同事工作上可以優化嘅地方，並且推行多個針對性嘅項目，去提升同事嘅專業質素。展望未來，投訴警察課會持續優化各項警務程序，透過不斷改善服務質素同埋專業水準，提升兩層投訴警察制度嘅效能。同時，投訴警察課亦都會同監警會朝住相同嘅目標緊密合作，從唔同嘅角度改善警隊服務嘅質素。